却确保老子侬个时光任我希望，就晓得一个心理差程，我就只侬掌握。我决定把那个眼睛没看见侬表情，忘记了侬爱情光是啥个反应。我拉住侬个时光摆到我手里向，我手头关系个撑到侬也进出唔得，我撑到侬已经晓得我心里想要实现。看见侬头也分为门关牢个辰光，我慢慢个清醒。我晓得想要整侬做的困觉，侬心为唔得牢。在侬个心里想是桩矛盾的感情，到了见面侬也唔得整我下去。我乱话三听，简单个惩罚，侬想起来我根本就是唔亲的人，所以我伤心。尽管手里向还有侬个相思味道，是我侬一年分晓得我错了多少倍，侬就不晓得我有多少难熬，我也不敢相信头一毛碰着侬就舍得关系个字开向侬在，我一个相信我心里的个感觉，为啥事里起来的噶快，侬当我神经病，侬一年没反应，我始终相信老天菩萨和阿拉组队，是我唔得选择侬人讲的个相思味道，我也不会翻来覆去困大不着，就冲着侬个人，就想着侬个人，在冰山来湖两头之间跑来挖开，是我是老天菩萨分毛有我调把我，冲着侬我绝不会感冒心痛，侬当我吃了吧，就而我不吃吧，这是这次了定好个惩罚。看见侬头也不为门关牢个辰光，我慢慢个清醒。我晓得想要整侬做的困觉，侬心为唔得牢。在侬个心里想是桩矛盾的感情，到了见面侬也唔得整我下去，我乱话三听，简单个惩罚，侬想起来我根本就是唔亲的人，所以我伤心。尽管手里向还有侬个相思味道，是我侬一年不晓得我错了多少倍，侬就不晓得我心里多难熬，我也不敢相信头一忙碰着侬就舍得关系个字开向侬在，我一个相信我心里的个感觉，为啥事里起来的噶快，侬当我神经病，侬一年没反应，我始终相信老天菩萨和阿拉组队，是我唔得选择侬人讲的个相思味道，我也不会翻
这次轮定好个情分。